宣调，耶和华安尼讲：恁着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谨守安息日无干犯着的，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。安尼行，安尼持守的人就要有福气。现在请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Kadosh, Kadosh, Kadosh, Adonai Tzabaoth. Kad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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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adosh, Adonai Tzabaoth. Kad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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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onai Tzabaoth. Kadosh, Adonai Tzabaoth. Kad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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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onai Tzabaoth.尊的阿爸比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我都是你的奴仆，我都要用谦卑、诚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施罗恩惠、仁慈和我，我赐予万民，我要感谢你创造着我，保佑着我。赐予予阮，并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，佮赐予阮有接受恩典之道，佮叫阮仰望将来的荣耀。阮恳求你，互阮会通常常效纳你的恩典，
我无单单用嘴来称颂你的美德，也互阮会当伫生活中来表现出来，将阮家己奉献互你。一世人用着圣洁公义来服侍你。最近美国各所在拢有出现这个枪击案，这个暴力攻击的事件，嘛有黄面的人进入这个华人的厝内，用刀来伤害人，抢夺因的这个钱财。另外，佫有对餐厅就缀人的骹步，等去引导，然后用着步枪，用手枪来恐吓，抢夺了一寡有价值的财物、珠宝，然后就离开。但当肺炎病毒因着疫苗的这个普及化，疫情已经稳定真多，总是抢夺的案，枪击案，也佫是频频来发生，真正是互人来担心。尤其是咱这有亚洲人面貌的人，就要特别的警醒、小心。即马甚至连这个加油站嘛无安全咯。过去因为着这个肺炎病毒来居家隔离。互人的心理出现无健康的这个心态，将病毒怪罪伫亚洲人的头壳顶，来引发暴力攻击的事件。那恳求上帝来医治这个病态的心理，千派天使天军来保护着亚洲人，尤其是年长的，佫负责人因或者个。种族的这个歧视会当平静落来，因为我无真愿意，搁再看到人类伫互相三加三吞。但今日，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欧罗尼，搁叫你来认命，互阮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以及实体聚会的乡亲兄弟，做伙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兄弟会当成做上帝祝福的管道。现在恳求主，先来升起罗卜的嘴，相信也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阮有蒙阮的一个主日，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。记载伫以赛亚书第14章第13节到14节。13节，你的心内捌讲，我要上到天顶，我要举起我的座位，伫上帝正车的顶面，我要坐伫智慧的山。伫北方的极头，我要上到比云较悬的顶面，我要甲至悬的平顶。第二位圣经在记载伫哥罗西第2章14节到15节。14节，撤销对咱不利，搁伫律法上束缚咱的罪罪记录，伊甲伊钉伫十字架顶，来甲伊废除掉。伫十字架顶，基督亲自解除遐灵界的执政者甲掌权者的关系。伫基督凯旋的行列中，互因做正犯来公开示众。
这是上帝的话，记若读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学老是未过顶的苦难，差不多伫10数年前，我甲牧师娘，阮去参加南加州一个特会，是由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，就是韩国的这个赵永基牧师娘伊来主持的。那么伊教着阮吟这首诗歌，或者是未过顶的这个苦难。这条歌是伊所写的歌曲，歌词是由着赵永基牧师所写的。所以当因来完成这首诗歌的时，伊吟了的是目屎直直流袂停，因为当因想到无罪主耶稣，有着咱的罪被钉伫十字架顶，咱才得到救。歌词是安尼讲吼，讲十字架苦难遐尼大，主受定的手甲骹，无罪救主耶稣被钉伫十字架顶，天地甲宇宙将花草树木拢剃口，日头也失落这个光彩，遍地拢陷落伫这个黑暗啊！永无停止，做疼袂会改变啊！直到永远，救恩的溪水直直地流。咱随风顶礼拜咱已经过一个过节，所以请咱毋通袂记哩，这个十字架顶的这个苦难，因为主受定，咱才得到救。但这两位老前辈已经受主警调。安了伫主的怀抱内底，所以要用这首诗歌来纪念上帝这老罗卜。阿免。十架苦。咱遐尼大，自受着的手甲骹，无罪救主耶稣，被钉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。树木花草拢剃口，日头也失去光彩，遍地拢陷落黑暗。永无停止。主的听，不会改变。直到永远，救恩溪水直直地流。噜噜噜。
自受着的手甲脚，无做救主耶稣，被钉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宇宙强创。花草树木拢天空，日头也失去光彩，面地路含落暗。咱遐尼大，自受着的手甲脚，无做救主耶稣，被钉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。宇宙强创，树木花草拢天高，日头也失去光彩，面地路含落暗。主的听，袂话改变。你到永远，救阮溪水，直直地流。十个苦，咱遐尼大，自受着的手甲脚，无做救主耶稣，被钉伫十字架顶。天地间宇宙强创，花草树木拢天。
咱遐尼大，自受着的手甲脚，无做救主耶稣，被钉在十字架顶。头也失去光彩，遍地路含落暗，仰无停止，主的听，不会改变。咱遐尼大，自受着的手甲脚，无做救主耶稣，被钉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。宇宙强壮，花草树木拢天空，日头也失去光彩，遍地路含落暗。各位乡亲时代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初期，俄罗斯就攻占这个车诺比这个发电厂，核子发电厂。那么车诺比这个核子的电厂，伫1986年4月2日。发生真严重的这个事故，这个核电厂的第4号反应炉爆炸，所以造成真严重的这个辐射的这个污染。那么这个事故对苏联影响真大，
所以前苏联的共产党的总书记戈巴契夫伊捌讲过，讲切尔诺贝利的事件可能真做5年以后苏联解体这真正的原因。所以这就互我来想起有一位美国的牧师，做马可盖伯特牧师吼，伊过去伫苏联的见证。这个马可牧师本人真注重这个行路的祈祷，也是称作行军的祈祷。伊掠条这个上帝应允，今仔你的脚所踏的土地，我拢总要赐福予你。1986年的4月底，上帝呼召伊去苏联北部一个城市或者基辅遐做祈祷。伊伫基辅的市内一个广场，有一尊这个苏联的共产党的创办者列宁的这个铜像。1986年4月25日，将近中昼的时，马可牧师伫这个列宁的铜像面前已经祈祷几啊点钟，忽然间，圣神大大感动伊，站起来，讲叫伊伸出伊的拳头母，对列宁这个铜像大声话讲：“你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咯。”讲列宁，你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咯。所以，伫这个马可牧师伸出伊的拳头母，大声喊了几分钟以后，这个切尔诺贝利核子炉的一个工作人员，伊要试一台反应炉，去做一个错误的动作。这个错误的动作就引起这个核子炉就爆炸。这个事故发生5年后，就是1991年的这个圣诞节，戈巴契夫总统正式签一个文件，将这个苏联解散，加做10个共和国。全苏联所有这个列宁的铜像，拢总被拆毁来迁走。所以，伫这个苏联，列宁已经加做一个历史人物咯。但今仔日，伫这个切尔诺贝利核子电厂60迈以内，已经建立了13间的教会，福音已经传入去苏联2600万的这个家庭的中间。2001年3月底，马可牧师来到台湾，伊参杂伫一群扛马祖的人群中间，伊一面行，一面伫做祈祷。当伊行伫这个敬虔、甘愿、卑微受苦百姓中间的时，伊并毋是看到这所在偶像假神是何等的猖狂，伊是看到遐个百姓因何等的需要，又真国外这个上帝的怜悯。那么这个百姓拢拄是伫追找一位伫日常的生活中、伫苦难中会通甲因同行的上帝。但马可牧师伊知影，每年旧历的3月份，伫台湾西海岸，这个偶像妈祖水景，毋单单是一个民俗的这个活动尔点，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属灵的情节。所以，伊伫每年的这个旧历的3月份，一定会来台湾，甲光假这个约柜的人来做伙行路，做伙这个祈祷，已经连续来台湾。这个行路祈祷有10年久啊。那么教宗方济非常的反对着这个俄罗斯来侵略的这个乌克兰，伊上届唔甘的就是受到战火摧残的这个乌克兰的老爸甲老母因，所以伫一场公开祈祷的仪式中间，教宗伊谴责普丁毒杀手无寸铁的这个百姓，伫一堆粪扫堆插上一面这个苏联的这个国旗，哪有什么款的胜利通夸口呢？过这就是伫庆祝主要所伫十字架顶的这个胜利，主要所已经为着你赢着这个胜利，所以咱的责任就是伫胜利中继续来进行。今日咱要用到这个3字的字母 WIN 来认捌咱
德性的这个基础。那么 WIN 头一个这 W 就是代表 worship，worship 就是敬拜意思。变敬拜就是咱对上帝的态度。伫这个敬拜中，所有的惊吓拢要除去。咱伫天父的接纳中，甲伊相交。当咱伫敬拜中，甲上帝连接的时，咱就领受到上帝遐的信心、呼召甲圣情。所以经过敬拜，咱的天性，互上帝伊来所取代，咱就无搁再迷失伫这个罪恶中咯。也无搁再是一个失败者。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宗教，拢有一个稳重的神明踮伫这个神坛的中间，人袂当亲近伊，伊是高高在上，要求人来献祭予伊。就主耶稣基督，伊是对天顶落来，要来甲咱来相会。那咱无法度。挖靠家己的这个功德来进入天堂，最后所离开天堂来找咱，这是对所有人类的这个好的消息，就是就伊听咱的真神来到这个世间，为着要见那相信伊的人，陪伴进入这个天国的道路。那么第二，这个字母就是 I， 就是代表 intercord。intercord 就是代祷。那么，如果要互全世界男女老幼拢有机会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成做救主，必须有更较侪人来参与着这个代祷的这个服侍。那么，虽讲代祷的服侍包括真侪这个代志，亲像讲敬拜、祈祷，还是讲有言等等，总是袂当减少的一项代志，就是调解。那亲像这个拳击的比赛，木胜负的这个裁判，伫进行顺序的时阵，这个裁判伊显明是无啥物代志的，只有是伫发生纠纷的时，有需要伊出来调解的时，伊才真做两者的这个调解，互这个木胜负会当继续个比赛落去。咱若无祈祷，为主做工的工就空落。最后说明日祈祷，伊讲吼，囝逼着家己袂当做啥物，独独有看见爸所做，囝才会当做；爸所做的代志，囝也才有样去做。所以最后说，伫人群中间，犹原保持甲爸、上帝相沟通。伫这个腓立比书2章教示咱，最后说家己降落谦卑，点伫这个克西马尼园，为着咱徛伫真大这个破口的中间，入到这个生活火，大声伫遮流出来，毋是比勒多，也是祭司长，也是魔鬼，互遐个通洗清去罪恶的这个火流出来。这个火是主耶稣基督伫痛苦的代祷的中间，亲像流汗迄款的流出来。主要是已经付过这个代价。如今得到最高的这个尊严，伊伫天顶、伫地上、伫地下，隆重打破了这个魔鬼，比神最至权，超过一切执政掌权者。最后说已经开启天国的门，并且永远是活的，为着你来徛伫这个破口的中间。第三，这 WIN 第三个字母就是 N， 这个 N 就是代表 natural lights， 就是化解、帮助意思。上帝为锁定人天地来达成伊的终极的这个目的。伊爱你徛伫破口，只要你到你的城市、国家以及世界各所在关键的这个所在，来求告伊的名。伊是四大行中第四章中间的上帝，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伊永远袂改变。十字架发光，有的人袂通看见，有的人看袂到，
就是有的人是假做无看到，是物个会疼是上顶，有的人会当接受即款的疼，就是有的人无要接受。所以当前的教会，这个是物个是毋是有上帝的疼呢？还是有上帝的公义呢？上帝国又阁是有伫中间嘛？所以当咱的教会若有真侪钱甲权力的时，却忽略疼甲公义，这就是彻底无二捌是物个这个真理咯，是物个伫呼召咱去派，迄是一种落实的生活态度。是物个也是一个实践，是每一日的生活是共赢团契。搁较伫即个大水中选择去徛在的，即款徛地徛出一份的即个平静，徛出一种谦和，总是胜利的态度。最后说，基督伫进入即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时，伊毋是大声咧欣赏建筑物的水，最后说乃是咧注意到看圣殿内面是毋是有清气、有拍垃圾无。等伊看到圣殿或者的生理人甲宗教领袖来抹垃圾的时，最后说伊用着激烈的动作来表达伊的即个受气。最后说基督这个动作真清楚，就是要来正本清源，正本清源。互即个宗教的信仰回归到原本的即个敬虔甲敬畏。那么今仔日的教会必须倒转来即点来做反省。咱的信仰是不是常常伫无意中变做一种的习惯性的即个仪式呢？咱的信仰是毋是成做一种的糟蹋尔定，却毋是真实来到上帝面前的即个敬拜。伫即个以赛亚书，上帝讲。我的殿是万民祈祷的殿，万民祈祷的殿，若无有上帝来祈祷的声音，就是敢若人甲人讲话的声音，即款的空壳的敬虔是上帝所无欢喜的。今仔日，当咱伫庆祝过节的时，也就是台湾西海岸五常妈祖水景的即个节期，那么即个马可牧师。伫即个时阵，已经加入迄个光五常的人的中间，伫众人喊话的声中，有伊祈祷的声音。我相信，上帝伫天顶嘛有听到伊祈祷的声音，一定是受安慰，因为上帝竟然得到一个真水的果子。当我想到马可牧师伊疼台湾人的心，我才了解到。要实践即个疼，上帝以前，你大声去疼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讲吼，若无疼伊所看袂见的即个兄弟，就袂当疼看袂见的上帝。所以你毋免担心要安怎去做，只要用着感谢的心甲喜乐的心，来领受上帝为着你带到即个恩典。你是伊所疼的，伊所欢喜看到你的性命。一日一日结出伊为着你祈祷的这个果子，你是上帝伊的喜乐，伊是所疼你的。所以当你的灵内面有一款的坚定的确信，并且甲上帝稳固的这个关系，你就通为着别人徛伫这个破口的顶悬，就是人看你是通有通无的人物，也毋免在意。因为你已经想要出名的这个欲望，已经变做是成就主旨意的这个期待。你是被呼召去祈祷，你毋是呼召去表演，毋是去游行，也毋是去讲道的。所以去徛伫这个破口顶悬来祈祷吧，你当领受到迄个谦卑的职分，你当经历到如何伫家己的软正顶面。去宣告主的光强，并引导别人进入去上帝这终极的这个旨意内面。所以愿上帝赐予咱有一粒清气的心，诚做祈祷的这个圣殿，行较倒落就祈祷较倒位，通结出侪果子，
献互听咱的主吧，阿免。回应诗歌，结出圣神的果子。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。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下面甜面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。结出仁爱的果子，结出欢喜的果子，结出和平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下面甜面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吞润的果子。结出慈悲的果子，结出良善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下面甜面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忠心的果子，结出温柔的果子。结出准则的果子，结出丰盛果子，下面甜面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。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。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下面甜面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。结出仁爱的果子，结出欢喜的果子，结出和平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下面甜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吞润的果子。结出慈悲的果子，结出良善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下面甜面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忠心的果子，结出温柔的果子。结出准则的果子，结出丰盛果子，下面甜面的果子，结出圣神丰盛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结出圣神的果子。结出圣神丰盛果子。
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地面点点面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仁爱的果子，结出欢喜的果子，结出好听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地面点点点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吞润的果子，结出慈悲的果子，结出良善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地面点点点面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忠心的果子，结出温柔的果子，结出准则的果子，结出丰盛果子，地面点点点面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。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地面点点面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仁爱的果子，结出欢喜的果子，结出好听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地面点点点面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吞润的果子，结出慈悲的果子，结出良善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地面点点点面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忠心的果子，结出温柔的果子，结出准则的果子，结出丰盛果子，地面点点点面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的果子，结出相信丰盛果子。咱这条上课来祈祷，亲爱我悲伤的我感谢你，
现在阮对圣经以赛亚书14章13节到14节，歌罗西书2章14节到15节，阮做伙来思想。我靠着十字架来夸胜。对今日信息中间，互阮知影，今日的教会必须来倒转来一点来做反省。咱的信仰是毋是常常伫无意中变做一个习惯性的这个仪式呢？咱的信仰是毋是才做一种的这个糟蹋尔定？却毋是真实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个敬拜。伫以赛亚书上帝讲，我的殿就是万民祈祷的殿。万民祈祷的殿若无有上帝祈祷的声音，就是人甲人讲话的声音。但即款空壳的敬虔是上帝所无爱的。今日当咱伫庆祝过节的时阵，也是台湾西海岸五常妈祖水景的这个节期。马可牧师伫这个时阵已经加入迄个光五常的人的中间，伫众人化险的声音，有伊祈祷的声音。但我相信上帝伫天顶听到马可牧师祈祷的声音，一定是真受安慰。上帝竟然找到一粒真水的果子。当我识到马可牧师听台湾人的心，我才了解到，要实践听上帝以前，都要大先去先听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有记载讲，若无听伊所看会见的兄弟，就袂当听迄个看袂见的上帝。所以你唔通担心要安怎来做，你只有用感谢的心、甲喜乐的心去领受到主为着你代求的这个恩典。你是伊所听的，伊所欢喜，看到你的活命，其实就是结出着伊为着你祈祷的果子。你是伊所喜乐的，也是伊所欢喜的人。当伫你的灵的内面有这种坚定的这个确信，其实甲上帝有这个稳固的这个关系，你就通为着别人徛伫破口的顶面。就是人看你是通有通无的人物，也免在意，因为你已经将想要出名的这个玉梦，已经转变做成做主旨的这个期待。你是被呼召去祈祷的，不是去表演、游行还是讲道的，所以去徛伫破口顶面来祈祷吧。你当领受到迄份谦卑的积分，你当经历到如何伫家己的软正的顶面来宣告主的光强，并引出别人来进入上帝的这个终极的这个旨意内面。愿上帝赐予咱有一粒清奇的心，叫做祈祷的殿，行到倒位就祈祷到倒位，通结出最多的果子，通互听咱的主来欢喜。多谢阿爸比上帝赐落这么宝贵的话语，互咱会当真做伙来思想，我过着十字架这个夸赢，这个题目，来纪念主要所基督的德性。但咱当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要所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点，赖神牧师要甲恁祝祷。愿天父上帝最爱甲怜悯，最后所记录恩典，圣神保佑所有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一来乡亲，时代兄弟姊妹。咱今日这个网络礼拜甲实体聚会，到这就告一段落。咱望后会同一个时间，伫教会、伫空中三甲来见面。愿天父上帝保护恁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
愿恁平安。恁着记照万变是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几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恁着记照万变是做孝顺，甲伊行说咧几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哦伊，阿罗哈哦伊，我名好我好